做老闆的，請保持熱情和興奮工作，就能神速賺錢。井號昴宿星人，井號仙女星人，井號大角星人，井號天狼星人。寫文章緣起，我今天寫3篇，這是第2篇。屠龍簽約，為錢所苦苦不停。我發文聲來救應，原來只需滿腔熱。天地金錢任我行。正文：宇宙有一條不變的法則，吸引力法則。簡單來說，就是你處於什麼能量，你就能吸引什麼能量。很多老闆都把賺錢看作是一件極其艱難、極其痛苦的事情。這種老闆，要麼賺錢賺得不多，要麼就是只能暫時賺錢，但大部分時間是負債的。為何？因為當你投入工作的時候，如果你滿懷着焦慮、恐懼、絕望等負面的感情，那宇宙也會給你同樣令你焦慮、令你恐懼、令你絕望的處境。相反，如果你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，懷抱熱情與興奮，那麼宇宙自動會反饋給你同等令你興奮、令你熱血沸騰、令你暢快爽快的頻率。這不是偶然，這就叫吸引力法則。舉個例子，同樣是唱歌，一個人包含着感情的來唱，他自己都被自己感動了，而另一個人就只是唱而已，他自己唱的時候都不高興。那作為觀眾，你更喜歡誰？當然是那個唱歌帶着熱情的人啦。那久而久之，同樣都是以唱歌為職業，唱出熱情感動的人，他斜線他的觀眾愛聽他唱，願意付他錢，他不就錢變多了嗎？而死氣沉沉唱歌的人，錢不就變少了嗎？老師也是，一個老師充滿熱情的給學生上課，和一個老師照本宣科，死氣沉沉，那學生肯定是學前面的，成績比較好。原理解釋，靈性的角度來看，每個人都有一個高我、指導靈、守護天使，他知道你此生的使命與價值。當你處於熱情與興奮的狀態時，就是你與你的天使菩薩對齊，你就能接到他們的佛光、靈光、聖光。你用興奮、熱情工作時，靈感就會如泉湧而至，貴人也會主動靠近，金錢與資源更是會順流而來。你不再需要過度努力、過度勞累，而是順流創造，順應着這個熱情和興奮的能量，讓這股能量自動為你帶來一切好、一切善、一切真、一切美、一切輕鬆、一切豐盛。記住，這就是靈魂的躍動。興奮和熱情就是宇宙最強的金錢吸引機器。屠龍簽約，為錢所苦苦不停。我發文聲來救應，原來只需滿腔熱。天地金錢任我行。屠龍解說，震撼人心。YouTube 屠龍術。